明天开始只要有我在，我一定保我好。好。说，你看他对我做了什么？绝对是你对我动了什么手脚，我才画不出我的娘子。你根本就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爱你娘子。宝妈。哥哥，如果还是你厉害啊，抓住了这只死蛤蟆呀！抓住死蛤蟆有什么用啊？唐僧跟他毫无关系，会来救他吗？哎，大哥嘴还差一点啊！那只苍蝇那么多只，我们的事他都管，更何况是那只小蛤蟆呢？你的意思是拿它做人质喽？到时候哈，我们广发请帖，搞一个唐僧宴，让所有人都来吃汤，我们再来一个瓮灯捉鳖，不就搞定了吗？贤弟果然好妙计啊！可是我觉得还是回牛府设圈套比较保险。好呀，贤弟啊，陪你玩了一上午，我累死了，看让他咱们回牛府再议了。喂，哥哥，我现在是伤残人士哎。你哪儿受伤了？哥哥，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挫？贤弟，你帅呆了。真的吗？谢谢啊。走了，走。至尊宝啊，至尊宝，你知道我现在有多瞧不起你吗？你为什么不能大胆地拒绝紫霞呢？你究竟在害怕什么？算命、卜卦、姻缘、前程。小伙子啊，你跟我师父有缘，他让我来跟你说一声，你今天有难，预知详情，银子拿来。我遇过的难比你算过的命多。这位小伙子，这一带可是有妖怪，专门抓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。不过，如果你把那腰间的玉佩给我，我就可保你平安无忧。妖怪我见得多了去了，我一点都不怕。走。哎呀呀！阿弥陀佛，佛祖保佑！师父他怎么了？他被那河妖索去了灵魂。哎，真是自己作死。走吧。明玉借符，难道我已经死了？哦，糟了，这下完蛋了。不就是死了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是妖怪，你要吃我是不是？我可不是妖怪，是堂堂正正的名誉首领，不吃人。你是不是闲得无聊，把我招来陪你聊天啊？你叫什么？在下正是玉树临风，潇洒翩翩，斧头帮帮主至尊宝。有点嫌弃。莫非你就是我要找的人？别废话，我问你了，这明玉到底是哪儿啊？既然你已经死了，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明玉不过是奈何桥的前一站，凡是心有不甘的人都会堕入明玉。我已经在这条河上看守1000年，只为寻找一个合适的灵魂来接替我看守下去。像你这种有自杀嫌疑或者自杀的，通通都会到我这里来。通过我的检验，我再放行给孟婆。啰里吧嗦的，我心愿还没完成，我自什么神？赶紧把我送上去。世间之大，无非就是困于七情六欲，贪嗔痴恨爱欲恶。你就放弃你的心愿吧。来来来，都来看一看啊！今天可是
农历初七，适合卜卦、算命、问姻缘、求前程，都来看看啊，看看啊，可灵验了，可灵验了啊！姑娘来看看吧。哎，都来看一看啊！问姻缘、求前程，灵验的很。来看看，很灵验。哎，你怎么会有至尊宝的玉佩？你把它怎么了？我不认识什么至尊宝，姑娘，问个姻缘，求个前程吧。还敢嘴硬，这就是至尊宝的玉佩。啊，原来它就是至尊宝。哎呀，出门前应该给我自己算一卦。快说，至尊宝到底在哪？他在鬼河。什么鬼河啊？你不知道吗？那鬼河住着一个名誉首领，冷不丁的把男人往水下抓。你要找的人就在河边，估计已经死了。鬼河怎么走？西北方向的林子里。我把你救回来的，带我看看这个鬼河到底有什么鬼。名誉首领，谁呀？我封过这个官吗？尊敬的玉帝大人，您好。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接班人至尊宝，故此写下辞职信，希望您能准奏，让我转世投胎，看看大千世界，与我的爱人再续前缘，名誉首领。什么？至尊宝？哼，太冲动了！世界这么大，谁不想出去看看？既然我不能去，一个小小的名誉首领还想去？呸！做梦！为什么法力三人没有用？我要赶紧找到至尊宝才行。名誉首领，你出来！至尊宝，至尊宝，什么人啊？至尊宝，你到底去哪里了？什么鬼地方？每一个呼吸都要耗费仙气。这儿竟然还有戏院。喜欢一个人真是太痛苦，天上的任何责罚都痛苦，但又是那么甜蜜。爱情应该给人一种自由感，而不是囚禁感。我真希望有一种毒药可以让紫霞忘记我。至尊宝，当初我们两个一起完成那3件事情的时候，那个神采奕奕的眼神，还有你那眉飞色舞的眉眸，
还有你抓住我手的温度，都像烙印一样印在我心里。可是你怎么都不记得了呢？都怪我人太好，深深吸引了子夏。我要是破罐子破摔呢，眼前的世界一定豁然开朗。有些人就是说不清哪里好，但谁都替代不了。有些人就是说不清哪里不好，可根本谁都将就不了。至尊宝，到底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？你知道吗？造化弄人，谁能告诉我，所有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奇怪，谁在说话？可算找到你了，老实跟着我，别乱跑。哼！你们个个都不是省心的家伙，尤其是你，子夏，差点就说出了天庭机密。哼！怎么在这儿睡着了？人好眼熟啊！虽然说你哥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但是既然玉帝指定他假扮孙悟空，说明你哥也不是一般人呐。难道真的是玉帝？终于找到你了。怎么又闯进来一个？你是谁？我是紫霞仙子，赶紧放了至尊宝，否则小命不保！我告诉你。哼，明玉首领。不过我上午已经辞职了，只是前任。这小子是现任的。至尊宝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至少白晶晶还在等你。这里，臭丫头，为何要破坏我的计划？大仙，求你放过我，我已身处冥域，不能超生了。要是今日死于你的仙剑之下，
就再也无法转世了。不杀你也可以，除非你给我个理由。你们跟我来。我已在明域待了1000年，阿江是我1000年之前的恋人，一个唱戏的红尘女子。虽然我其貌不扬，但却真诚善良，不像纨绔子弟一样花心。我告诉阿江，等我考上武状元就回来迎娶她。我们非常相爱，也正是因为相爱，变成了伤害。阿江真的好幸福，有这么深爱他的人。可是我深爱的人却不爱我。当我考上武状元的那天，有人告诉我阿江移情别恋，对象竟然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愤怒之下，我不听阿江任何解释，掐死了他。阿江死了，我无法原谅自己，在悔恨之中投河自尽。你这是什么？骨灰吗？喝下孟婆汤，凡人的前世记忆就会变成沙漏品。这是阿江的记忆，这是我们的恋爱时光，我们的争吵以及死亡。我明白了，因为你的悔恨过于强大，所以无法投胎转世，只能留恋于这个地方。是啊，我听信了小人之言，不信阿江的解释。阎王为了惩罚我的愤怒与冲动，罚我看守1000年。那你干嘛夺取河边人的灵魂啊？现在大家都叫这是鬼河。自杀的人太多了，我可以挑选他们的灵魂来接替我。如果一旦有合适的，我就可以辞职投胎，寻找我的爱人，向他道歉。那你不用喝孟婆汤啊？你没有记忆怎么找阿江？凭我和孟婆的交情，哪还用喝啊？他保准让我直接过桥，偷到大富大贵之家，寻找我的转世阿江。那你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呀？我可以帮你。真的？我已在冥界看守1000年，从未找到能够接替我的灵魂。今天，我以为是个幸运的日子，就脱下了铠甲，准备过奈何桥。哎，没想到又碰到你们2位。哎呀，好吧，我这个人啊，从来不喜欢留遗憾，尤其是爱情里遗憾。首领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帮你搞定。真的可以吗？玉帝大人，卑职有一事相求。行色匆匆，所来何事啊？这个呀，说来就话长了。我有个朋友叫六耳猕猴，他跟我说一点事情，是关于孙悟空他。你说的那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，那是那么远的事情，你就不能说点近的事情吗？近的事情，近的事情就是我刚才在明域不停地找至尊宝，我都找不到，结果啊，我还昏迷了。更奇怪的是，我醒了之后发现我被人给踢了一脚。大胆！欲盖弥彰，欲说还休，你是在试探我？卑职哪敢啊！卑职只是希望玉帝可以取消明域，释放明域首领。这么小的事情，值得你去泄露天机吗？你是不是要跟我做个交易啊？只要啊，玉帝把这些事情做到，我保证把这些事情忘个精光。行了，你回去吧，我会处理的。谢谢玉帝。明域首领，明域首领！啊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搞定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首领，玉帝答应我了，他从此要取消明域。真的？可是我感觉精神百倍，不像是要投胎的感觉啊。玉帝啊，你要是再不及时操办的话，你别怪我食言啊！
我已经感觉到死亡的气息了，好开心！谢谢紫霞，祝你和至尊宝终成眷属。这个明玉统领也真的是傻，因爱情而死，因爱情而囚禁，却又继续追逐爱情。他让我想到了一个朋友，天蓬元帅。跟你说说他的故事吧。欢迎各路牛鬼蛇神一同前往牛府，共享唐僧宴。可是师傅明明跟我们在一起。来救我！我就在你脚底下。但是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是四节。四节？难道他们不知道蝴蝶结才是经典款吗？哎呀，我知道了。牛魔王和我的徒弟们利用你来引诱我出现，然后抓了我，再吃我啊！所以他们故意打了四节。那你知道你还来？因为我想你，我想来救你呀。那怎么办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呢。哎，大师，你带的人呢？什么人？就我一个人。啊！你一个人怎么救啊？我心中有佛祖啊，佛祖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哎，还有，哎，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有什么缺点？他们两个有，我发现他们两个头脑并不发达，貌合神离。很重要啊！让我想一下，貌合神离，貌合神离非常重要。这个貌合神离，貌合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大师，你到底是来救我还是害我的呀？哎呀，我是谁呀？我在哪？你是唐僧啊，我们在找你。就是他，就是你啊！哎，让一让。大哥怎么样？我猜的没错吧？看来今天真的是要被吃掉了。师傅，我真的好想你啊！不过见了今晚啊，我就会一辈子怀念你了。啊，牛施主啊，你这么英俊潇洒、高大威猛，不知道您的夫人是何方神圣呢？铁扇公主，怎么了？真的是铁扇公主啊！哎呀，贫僧最近听到了一个关于她的绯闻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哎呀，不要听他说话，他说话很烦人的，我们该走了。我给他下锅了啊！干嘛搞？等一下，请说。牛施主啊，铁扇公主高贵冷艳，名闻在外。其实有很多男人是非常羡慕牛施主您的。古人有云：朋友妻不可欺，但有些人是朋友妻不客气。你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，他想抢走你的铁扇公主哦。谁呀？站出来！谁？悟空啊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又没说是你。别紧张，大哥。牛施主啊，
不过话说回来呀，正所谓有失则必有得啊。听说铁扇公主性格非常的刚烈，像猛兽一般，难以驯服。要真正的男子汉才能够征服她。她这样做的话，也是帮你减轻了负担。其实绿色也挺好看的，代表了生命。啊，不要往那里看，他说是你的衣服，你的衣服很漂亮啊，大哥。我真的很饿，我们该开饭吃它啊，开锅。干嘛呀？你是说我身边有朋友给我戴了绿帽子？悟空，你前天晚上去了哪里？前天的事情我怎么会记得呢？前天的事情你怎么会不记得呢？我为什么要记得呀？好，我前天在睡觉啊。睡觉是2个人的事，1个人叫休息。前天晚上你在哪儿睡的？叫怎么睡的？我在自己房间自己跟自己睡的呀。谁可以证明？这种事情怎么证明啊？这种事情有什么不好证明的呢？这种事情怎么好证明呢？悟空啊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喝那么多酒啊！喝酒喝多了之后，你就会做很多你自己都意想不到、无法挽留的事情。最重要，你还不记得。你不要再乱讲话了。我什么时候喝过酒？你看你现在就不记得了。巧合。原来你跟铁扇联合起来想搞我啊！我为什么要搞你？你有什么好搞的吗？大哥，你想想我们什么交情啊，生死之交吗？阿弥陀佛，贫僧啊，没有好好教好自己的徒弟，是我的错。你休想骗我！你一直想娶铁扇，然后独吞我的家产，是不是？是什么事？我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闭嘴！大哥，你用心的想，你冷静的用个脑子好好的想一想，动动脑子好不好啊？我跟你什么交情啊？我对你一片赤胆忠心啊！我摸着我的良心说出这句话的。最后别让我查清楚了。查就查，我问心无愧。哎呀，散了！唐僧宴到此结束，走啊，送客。大师，虽然我们是逃过了1劫，但是躲得了初1，躲不了15啊。小绿啊，跟我在一块儿，确实是你受了很多的委屈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为了我而受难的。贫僧这就救你出去。你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救出去啊？小绿啊，我乃出家之人，虽然无法解救你的肉体，但是可以解放你的灵魂。哎呀，什么肉体，什么灵魂，我们不还是一样被困在这儿吗？是。哦，大师，这门怎么打开了？我就说了嘛，佛祖的力量是无穷大的。我看一下我的开了没？我的也打开了。我跟你说什么？你看这一次不单是灵魂，连肉体都被解放了。哎，行了，别说，赶紧走。阿弥陀佛，观音姐姐，曾经你说过，如果贫僧有难的话，就换你出来。今天我没有想过可以走出这个地牢，但是我实在是不想连累小绿啊。你们可以悠然走出这个地牢，没有人会看见你们。阿弥陀佛，谢谢观音姐姐。还有一事啊，这次的局势比较复杂，还请你可以原谅那些执迷不悟的人，给他们放下屠刀的机会。唐僧，你又何苦慈悲为怀？这一次，我要抓住那个妖猴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阿弥陀佛。走啊！小绿啊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此生也是委屈你了，来世一定要投个好胎呀！大师，那我们还能再见吗？有缘的话，一定可以再见的。这一路上感谢你照顾我，你走吧。大师，我走了。走吧。你
保重。你也保重。再见。观音姐姐，佛祖，蟾蜍精呢？他虽然呢是一个妖怪，但他心地真的是很善良的。他一直都在尽心尽力的保护我，甚至为了我甘愿去冒险。希望你们一定要保佑他身体健康，生活幸福，做一个快乐的小家。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啊，现在我饥寒交迫，你有没有吃的东西可以给我？没有啊。哎呀，那衣服都这么破了，你还穿啊？哎呀，给你。阿弥陀佛，给你，拿去。在身在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还是好人多。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，请问你有没有一些热的饭菜可以给我？你有热的饭，凉的也行啊。没有啊。你有饭的话，面也可以啊。哎呀，吃的都没有啊。有没有不是吃的，让我吃一下？烦呐，走开你！人都很不耐烦，但我真的很饿。厕所。哎，你不要跟着我啦，也不要叫我二师兄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二师兄，等等。哎呀，二师兄，干嘛？我觉得我还是不放心，咱们去找找师傅吧。不放心你自己去找呀，我跟那个姓唐的和尚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再说不是他自己说的嘛，让我们各奔东西呀。啊，算了。二师兄。哎呀，师傅前半句说，如果师傅不回来，师傅万一回来呢？万一即使师傅不回来，我们也不能各奔东西啊。他自己讲的，他自己也恰恰没有回来呀，所以我们现在各奔东西很有道理的，你懂不懂啊？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在遇到这个姓唐的和尚之前，我们有没有遇见过像大师兄、紫霞，还有古墓里面两个女妖精这么厉害的角色？哎呀，好像没有。所以呀，据我分析，这个姓唐的和尚100%就是一个丧门星啊！我们刚跟他认识多久哎，就经历了这么多次危机，这还没有去西天取经呢，半条命就搭在里面了。要去救他，你去救好了啊！哎呦，二师兄，你想过没啊？如果说咱们不去西天取经的话，就不能重返天庭了？难道你想一辈子做猪吗？我的样子哪里像头猪啊？这里，还有这里。姓沙的，我算看透你嘞。你做这些完全是为了你自己能够重返天庭，对不对？你根本就不是诚心诚意想去救他。想不到你是一个这么阴险的小人啊！那个意思，你就是这个意思啊！行，不跟你说了。我觉得你觉得什么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！误解我！喂，沙的，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在天庭原来就是个拉帘子的啊！你怎么被点？反正我就不知道，你给我说清楚！你能不能不要这件事儿啊？这个事儿是这一点意思。你刚刚说谁像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在天庭的时候什么事儿我都清楚。难道你不像吗？我说是不是？难道你不像？我哪里像？我哪里像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人好面熟哎，好像什么呀？他就是师傅啊！师傅，师傅，没事吧？师傅，哎呀，师傅，哎呀，二兄，帮忙，二兄，哎呀，师傅，醒醒，师傅，哎呦，师傅醒了，师傅，快，慢点，不着急啊，二兄，不够，师傅不够，再来一点，师傅不够。师傅，慢点，还有，不着急。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不
就记得了，我路上啊，我就一直感觉到受到你们爱的呼唤呢。然后呢，我就跟随佛祖的指引呢，没想到我真的找到你们了，你们很关心，你们还救我。是不是肯定会饿死啊？慢点吃啊，要噎死自己啊！吃饱了，你赶快上路去取你的经，好不好？你放心啊，师傅啊，很快就吃完了，吃完了我们就可以上路了。师傅，你理解错了，二师兄的意思是说，你吃完呢，我们俩上，他听他的。你怎么能这么样说你二师兄呢？啊，师兄啊！就像爸爸一样的，要尊敬的。你肯定是误会了师兄的意思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他没有误会我的意思啊。我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赶快吃，吃饱了赶紧上路啊，咱们各走各的。